时间很快啊，28年了。亲爱的观众们，1981年春节来到了，我们谨向大家祝贺新春。今天有不少大家喜欢的电影、话剧演员、戏曲、曲艺演员，还有音乐、舞蹈、魔术演员来向大家祝贺新春。为什么流浪？为什么流浪远方？为了新华金笔厂，上海原著笔厂，请殷桂芳、王文娟同志猜，这不是猜京剧里的那个齐天大圣啊，也不是猜那个邵剧的那个三打白骨精，而是猜一个电影演员的名字啊！你们猜猜看呢？猜不出啊？这样，杨华生同志，来，请你启发他们一下。怎么启发？来一个无冲一个耍金箍棒。你们猜出了没有？啊？我猜出来了，孙道云。来，你们再表演一个啊，表演一个节目。来。大家电视观众来寻颠簸入门的节目，这次用它去为了参加电视颠簸联欢大会，特地呢练了一段唱，就是本期总统晚会的。现在我得引他去到唱，好吧？好。娘子，娘子。从今于天长地久，在夫妻娘若是些经常一个婚期。
娘子不为应走，那就不应也罢。既是愿意，何该再思心？父母自然生是害，我岂能与仇人之间乱受？为只为生日富裕有几曾得尽那前程，好报仇。天娘子美美无言，地了地，恰为我连日为一回情。哎呀，唱的真好啊！而且我发现啊，王文娟老师穿这头行头，这里面的都一样，除了少了一根项链。对，忘掉了今天没有。那根项链也在。也在。哎呦，真是念旧哈，东西都在。我跟尹老师那个合作啊，那个确实是很少的，我觉得这个资料是很宝贵的，你回来还是蛮高兴。